小会，主你将这个信息这份交伫教会内底，你所拣选设立的长老，愿天父上帝，你互阮才做一个属灵的团体，伫教会内底守望，也支持来主持这个信息的礼仪，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阮伫你的面前首先先恳求主你赦免阮，伫阮世俗的生活中间，阮的心思意念，阮手所做，甲阮做大小事，主若互你的名，互你心内忧伤，求你赦免阮有意无意中间所做亏欠你阳光的所在。想使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阮，互阮通用圣洁的话名、新的心来捧主你话名的杯。主，阮虽然未堪得，也无完全，但是完全的若来，无完全的就离开。恳求主你圣杯管伫你面前所领受这个神圣的职分。这是阮互你的名设立这个宴席，就是主耶稣你伫2000年前有一个正教会，伊所有万百姓所设立这个新约，这个杯甲饼，我伫你面前恳求主你通过今仔日关于手所捧、手所摕饼甲杯，通互阮的兄弟姊妹来得到活命的宴席。主耶稣你亲自来到阮中间，你垂听阮做你的工人，我伫你面前同心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将着阮伫你的面前做伙做这个事，阮要恳求主你阳光来充满伫阮的中间，愿你的阳光降临伫你的圣会，互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阮的兄弟姊妹，伫今仔日会通大大亲像但以理来得到上帝你的欢手，主你的施恩祝福。所以恳求你照今仔日的礼拜，互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阮的兄弟姊妹，阮生命的杯通重新得到主你话名甲圣神的充满。我嘛为着伫网络顶悬、伫云端顶悬，甲阮做伙敬拜，无论伫什么所在，做求你互阮通过今仔日的礼拜，甲主你同坐倒，仰起腰歌，举起软弱，下边罪过，主你扶持，互阮的生命重新得到开拓。主你进入阮的话名，阮就有开拓。这是阮心所相信。阮将今仔日的礼拜对头到尾来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大大祝福怜悯你的囝儿甲查某囝。愿咱的恳求祈祷，甲所有圣名，阿门。
主啊，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伫列邦的中间唱歌学乐你，因为你的慈爱大到拄天，你的信实到中枪。上帝啊，愿你权大搬过遮的天，愿你的荣光搬过全地。
世间情人拢着强情，天生行伫伊面前。若有世间小事，当阮地相思。上帝供应伊的圣殿，咱着敬拜心敬虔。现在即时，请咱起立来吟圣诗第6首。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请咱起立吟全首。即时，请咱由原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顶12日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现在即时，请咱做伙来掀开启应文17篇，咱做伙来启应上帝话。启应文17篇，诗篇84篇，万军的耶和华啊！你徛起的所在，怎样遐通以爱？
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院到昏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我的上帝求救。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赤鸟啊，为着家己找到一个厝；伊也为着家己找到父囝的寿，就是你徛伫遐地段，徛起伫你的厝的迄个人有福气。因的直直学了你，伊的力在伫你，因的心意向锡安的大路的，即号人有福气。因经过流目屎的山谷，互伊变做水泉的所在。阁有秋天的雨的福气，令看捌。因哪行溃烂，哪加天。逐人到锡安标记上帝，万军的上帝耶和华啊，求你听我的祈祷。雅各的上帝啊，求你按耳孔来听。做阮的顶牌的上帝啊，你着看。看你是我右的面，伫你的殿院住一日，较好1000日。宁可伫我的上帝的厝过门，较好踮伫歹人的宝贝。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顶牌，耶和华赏赐荣华甲阳光，伊袂捌留一项好米。无互遐个行为正正直的人，万军的耶和华啊！我靠你的人有福气。谢这即时，请咱搁做伙来吟圣诗275首。最好朋友就是耶稣，来学了上帝。最好朋友就是耶稣，咱能做歌较欢乐，真正咱有大大福气，万事拢通对伊通。心肝上上是乐平安，当咱看愈艰苦事，这是对咱袂有信心，袂有放心交托主。现在拄着永远一个，也是啥物大烦恼。也敢毋通常常失志，要将逐项来祈祷。也有朋友到这真中，甲阮在这阮在行，也所在咱心的软弱，将这苦事来祈祷。这需要咱拢无几人，亲像马达要搬倒，这大挑战咱通真困，万事拢通对伊通。朋友若有看见眼前，通将这事来祈祷，做的应手也查甫，心通安然袂烦恼。请咱做伙额头来祈祷。
亲爱天父上帝，伫清早起，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学乐敬拜你，感谢你保守阮平安经过每一天。伫生活中虽然有拄着困难甲厄担当的代志，总是主你有应允阮讲，既若劳苦背重担的，通就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主，你是阮的气力，也是阮患难中随时的帮衬。我要将一切拢交予你掌管，求主赏赐平安甲气力，甲阮同在，引带带领阮的脚步，互阮有受教的心，保守阮行代志拢下伫基督的福音，无互魔鬼留地步，坚固阮的脚步。恳求圣神时刻甲阮同在，监察阮，时刻提醒阮脱离罪的试探，赦免阮的软弱，坚固阮。互阮常常警醒，愿阮言行举止拢会当下伫主你的教示，互主你欢喜。愿主圣神充满伫阮的生活中，互讲的、听的拢得到福气。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上帝有道，就是拄起世间的罪，叫你人民愿。上帝有道，就是拄起世间的罪，叫你人民愿。上帝有道，就是拄起世间的罪，使阮平安。现在即时，请咱做伙来重述上帝的话。今仔日要来读两位的圣经。第一位记载伫但以理书第10章第10节到12节。看，有一只手摸我，互我用骹踏乌甲手掌搭伫地里咧踹。伊就对我讲：大大得着宠爱的人但以理啊，你着明我甲你所讲遮的话，起来徛，因为我当奉车到你遮。伊对我讲即个话，我就徛地日踹。伊阁对我讲：但以理啊，毋免惊，因为对你头一日专心爱明白，阁家己谦卑伫你上帝的面前的时，你的话已经得到听见。阁我因为你的话才来。接续阁来看但以理书19节，第10章19节。伊讲：大得着宠爱的人，毋免惊，愿你平安，你着勇壮，着勇壮。伊一个对我讲话，我就得着有力，讲：我的主啊，请你讲，因为你已经互我有力。第二位，咱要阁来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0章27节到30节。马太福音第10章27节。我伫暗中甲恁讲的，恁着伫光明的所在讲出；暗耳孔甲恁讲的，着伫厝顶传伊。遐个害死身躯袂害死灵魂的，无得惊因；独倒迄个话灭灵魂甲身躯伫地狱的，较着惊。两只切鸟啊，敢毋是卖1分银吗？若毋是恁的爸有准，一只也袂加留地。就恁的头毛也拢过算。以上正道天父的囡仔毋免惊，请曾牧师。
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直播头前的亲爱的兄弟姊妹，也愿恁平安。所听的兄弟姊妹，伫疫情的中间，咱大家好吗？检查咱中间有个人已经度过迄个感染，检查咱的亲人中间，即摆嘛有人还阁咧居家隔离。检查咱不止伫疫情的中间，咱受到影响。其实，伫即2年来，我一直感觉，即个疫情对真侪基督徒来讲是一个考验，毋是干那病毒，病毒甲流感较严重一点啊。但是其实伫信仰的灵魂的内底，有时咱所拄着的感染，就是即个世间侪似是而非，遐个灵魂的黑暗对咱的搅扰。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若知咱身边有受苦艰苦的兄弟姊妹，请咱大家迫切互相代祷，因为今仔日咱健康，检查明仔载咱会破病。今仔咱的亲人、同信的兄弟姊妹，因有心内苦楚受搅扰，咱就注意代祷陪伴。兄弟姊妹，毋通看轻祈祷的重要。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基地。伫咱三离开的时，咱心中还阁有彼此。感谢上帝，咱的教会虽然伫即届疫情有受影响，但是做弟兄姊妹，咱心中犹原还阁相结连。咱伫重要的时刻，咱还阁会相找，咱还阁会相联络，咱还会相提出咱彼此所需要代祷的要求。所听的姊妹，愿天顶的上帝看顾咱。伫伊的保守中间，无有一个人失去上帝所赏赐咱充充足足的恩典。就记得保罗所讲，无任何的事，无任何的人，无论天顶地下，拢袂通计当天父上帝对咱的疼。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同心伫主的面前，用较好的心，用敬虔，无论是诗歌，无论是祈祷。无论是对圣经的话，无论是听牧师分享伫圣经中间的感动，愿天父上帝对天顶施了伊的开力，就亲像今仔日咱要领受即个但以理伊所得到的祝福。然后咱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咱做伙伸出双手讲：主耶稣，我要领受你的圣餐。主耶稣，你的圣餐毋是干那一块小小一块饼。主耶稣，你的圣餐毋是干那一杯小小的葡萄汁。主耶稣，就是你的活命，就是你的气力，愿你降临伫阮的中间。所听的姊妹，咱做伙同心来祈祷。是阮所服的上帝，你早伫地，今仔日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阮每一摆读圣经的时，拢是纪念。上帝，你伫过去所做一切救恩甲奇妙，无论是对但以理，伊伫禁者祈祷中间所对你领受天使带来迄种生命重新得到开力，或者阮的主耶稣基督甲伊的学生伫马太第10章内底所讲应允的话，主啊，互阮听见你对你的学生所讲温柔甜蜜的声。你甲因讲，我所亲爱的朋友，主啊，今仔日阮所吟的诗歌，最好朋友就是耶稣，就是阮心内较无甲祈祷。主耶稣，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静静听主你的话，因为你的话一讲出，阮就有开力。主啊，阮伫你的面前要静静来领受，愿主你不但将你的话，也将你的圣神，以及将主耶稣基督国我的活命。就丰丰富富放伫阮众人的中间，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的中间，真正得到帮助，灵得到精英。阮伫你的面前，用听候较无的心，向你发出阮的恳求。主啊，你是一个听人祈祷的上帝。但阮要讲起你伫但以理典卷所做奇妙的事，也愿阮所讲这个见证，也真做一个活活，真做一个活活救恩的应允。伫阮中间，阮伫你面前安尼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所听的姊妹，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拢是第10章，无论是伫旧约但以理书第10章、路加第10章，足好记，拢是第10章。这两段新旧约的圣经，拢讲起同一种的主题。所听兄弟姊妹，这两段的圣经拢讲到应允。牧师鼓励咱伫今仔日礼拜了后，接续今仔日圣神伫礼拜中间所互你的感动，就去用这两段的圣经对头到尾，上少第10章，恁对头到尾甲读过。因为今仔日咱所读的只不过是这段圣经中间的一个焦点，一个精华。但是更加要紧，所听兄弟姊妹，咱来知影伫这个过程中间，到底是什么种的情景的中间，上帝做了奇妙的事。愿咱伫伊的面前，咱知影这段圣经中间咧讲起，上帝伫患难中用伊的话来扶持帮助咱。上帝伫患难中用伊的话来扶持帮助咱，无论是但以理通过21天的禁食祈祷，上帝找天使来到但以理的身边。但以理为着将来所要发生的代志，因为但以理面对的就是一个国家的动乱。若要用一个譬如，就是以色列人的战国时期，以色列人所拄着改朝换王。就是迄个一代巴比伦个波斯的国王，一代一代伫战乱的中间，犹太人受到战争的苦楚，甲受到人的吞踏。所以但以理为着伊的将来，克己家己，刻苦家己，其实就是谦卑伫上帝的面前，食袂落，啉袂落。所以兄弟姊妹，咱知影讲，伫咱的人生中间，嘛有即种的苦境，就是当咱拄着人生的艰难的时，咱毋知要怎样，食袂落，啉袂落，只有流目屎，靠赖上帝。但以理毋是一个失去信心的人，所以上帝伫伊的怜悯的中间，这个故事就成做咱的一个真要紧的启示。上帝伫人的患难中听人的祈祷，上帝是一个怜悯人、知影人的轻重的上帝，所以上帝就找起伊的天使，下手伫但以理，下手伫但以理，下手伫但以理的心内，将伊的话，互人有开力。所以兄弟姊妹，这是咱今仔日祈祷的根据。咱甲上帝讲，主啊，当我伫患难中求你对我讲话。马太福音第10章，真水的一段经文。咱若无注意读，咱真紧就读过，感觉没有什么风花雪月，还是讲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剧情。但是兄弟姊妹，伫马太福音第10章这段短的话中间，包含一个足甜蜜两项代志。第一，耶稣称伊的学生讲：“我所亲爱的朋友。”所以兄弟姊妹，耶稣无称咱做伊的奴仆，耶稣无称咱做伊的学生。耶稣伫这个所在，甲伊的学生讲：“我的亲爱的朋友们。”伫这个所在，这个朋友是用复数多数。你我咱就是耶稣所听，伊是咱至好朋友。所以兄弟姊妹，今咱所吟的诗歌，普通时其实伫礼拜中间咱无真接唱，但这条诗歌咱拢足熟。咱来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我感谢你。可能朋友会离开我，亲人会离开我，父母会离开我，但是独独主耶稣，你永远甲我相合伫地。愿天父上帝伫咱患难中，咱听见耶稣所讲的话。这中间今仔日的圣经第10章的中间，耶稣佫讲第2句话，佫较甜蜜。耶稣讲：“我伫暗中甲你讲的话。”我拍伫你的耳孔，哇！台语足水，这原文台语的翻译比和本佫较接近圣经的原意。耶稣是啥物？耶稣讲：“我亲像足亲密的朋友，轻轻拍伫你的耳孔，对你讲话。英语讲 murmur， 就是安喃喃，足细声伫你耳孔边所甲你讲的话。所以这段圣经嘛，表明出来另外一种的隐喻。隐喻就是讲，伊虽然无亲像圣经伫但以理第10章，圣经讲我足清楚讲，上帝听见你的祈祷，我一听见你的祈祷，我就来。虽然路加耶稣伫这个所在马太福音第10章，耶稣并无讲我听到你的祈祷，
但是耶稣讲，我伫暗中对你讲话，意思就是讲，你伫乌天暗地，伫你的心内心孤单，你发现你的人生头前毋知何去何从，无望望。耶稣所讲的暗中，就是人若伫心内忧苦、孤单，毋知要安怎的时阵，亲爱的主耶稣伫孤单的人，伊暗中伫咱心中的密室，伫咱心内即个温密孤单的即个自我，耶稣来对咱讲话。所以，弟兄姊妹，愿咱对今仔即个圣经，咱甲主耶稣讲：主耶稣，我感谢你。阿免啊！主耶稣2000年后，我犹原听到你的话。主耶稣，你有讲真多的讲道，伫马太福音第10章的头前，耶稣甲伊学生了后，耶稣佮甲伊接线，甲伊讲的这个话，就是恁是上帝的宝贝啊！恁是上帝的宝贝，毋免惊，因为恁的头毛，连恁的头毛，上帝嘛算过。啊，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上帝遮尔无聊，亲像狗母咧甲狗仔囝掠杀母上，头壳绕绕有无？你捌看过迄个动作？狗山的妈妈会甲伊的囝咧乒乒乒，毋是呢，上帝毋是这个意思。咱小古有一句话讲：如果你的爸爸妈妈保护你，就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汗毛。恁敢会记这句小古？无人会当动你一支抠门啊！汗毛就是真幼的迄个毛，伫咱的生命中间，任何一支毛，咱的上帝甲咱算过的意思就是上帝保守咱，连一支头毛就无拍甲漏。所以耶稣讲，恁的贵重减无比切椒啊，较贵重嘛。这就是譬如，但是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讲的真宝贝永远。所以，听兄弟姊妹，愿咱对但以理的祈祷，21天金遮祈祷。所以，听兄弟姊妹，伫这个所在表明但以理，伊对上帝的渴慕，伊伫患难中间对上帝倚靠。咱拢知影，但以理是一个大大得着上帝欢喜的一个青年。伊敬上帝，因为敬畏上帝，所以伊就无惊东惊西。我阁讲一摆。咱就伫今仔日个礼拜，甲上帝讨讲，主啊，互我因为敬畏你，我的心中就无惊吓。阿免吗？所以互我因为敬畏你，我就知影，无论大风大影，任何黑暗关系，因为你，我就无搁再惊吓。所以今仔圣经两段圣经的中间拢有讲，愿恁平安，无你惊，愿恁平安。所以上惊的毋是疫情。因为主耶稣讲，毋免惊遐伤害肉体，独独着惊迄个伤害灵魂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因为上帝的同在，心就无惊吓。旧约的上间讲着，不要惧怕，不要害怕。通常背后拢讲着一个真要紧的理由，就是上帝甲咱三角地带。上帝的百姓无惊吓，上帝的囝儿无惊吓，无得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上帝甲你同在，上帝做你的盾牌，上帝做你的拯救，上帝做你的开拓。兄弟姊妹，咱读真侪这种的英文的话，有时咱甲伊当作是剧情过程的中间的一个形容词。兄弟姊妹，就爱知，既然讲到上帝。拢毋是形容词，拢是英文。愿咱做伊的囝儿，咱读有圣经，读有圣经的意思就是讲，咱读了后，咱就深深知影，这句话的宝贝，就亲像今仔日但以理甲这个天使讲：我的主啊，请讲；我的主啊，请讲。因为你若讲话，我就有开力。兄弟姊妹，咱就伫上帝的面前敬讲。主啊，请讲，你的囝儿，你的查某囝，静静听。所以，兄弟姊妹，愿天使，愿圣神，伫每一个恁渴慕上帝的安静的时刻的时，亲自讲话，互咱因为上帝的话有智慧，互咱因为上帝的话有开力。这就是今仔日咱三项伫圣经中间咱要做伙学习的信息。第一。
咱爱一生坚持一项信心，就是我的上帝是听人祈祷的上帝。所听兄弟姊妹，得时不得时，拢爱祈祷。了义看路实际，嘛爱祈祷。特别是伫你一帆风顺，感觉真车赢，逐项拢会合，你满满的信心，感觉伫你的能力的中间，无迄个无可能的。迄个时阵，愈特别爱小心。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明白讲，上帝是一个监察人内心的上帝，上帝是一个暗耳孔听人祈祷的上帝。就像是今仔日的圣经但以理，天使甲伊讲，上帝听到你的祈祷啊！你对头一日，你求明白，你对头一日求问上帝，我的将来会怎样？兄弟，顶礼拜佮顶礼拜，所有信息拢甲即种的祈祷有关系。我的将来会怎样？我的选择是什么？但以理选择伫上帝的面前，互上帝带领。兄弟姊妹，一摆搁一摆，伫礼拜中间，咱是咧建立咱甲上帝亲密的关系。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第二，我要甲兄弟姊妹分享，咱的上帝胜过咱的头毛。咱的上帝纪念但以理第21日中间，食袂落、啉袂落，心内会重担甲吐开。这经文的记载伫背后有一种的图片，迄个图片就是咧甲咱讲起，但以理的上帝是一个怜悯的上帝。学生门徒的耶稣是一个亲密的至好朋友的耶稣。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因为伊的疼，伊真正知影咱的痛苦，伊知影咱的轻重。兄弟，特别是当你愈孤单的时，实际你感觉无人会当体贴你，你感觉无人会当知影你心内底的痛苦。兄弟姊妹，记得咱常常互相鼓励，讲一句话：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求你怜悯我。或者会记这个祈祷：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求你怜悯我。因为咱的主耶稣看到人亲像无牧者的羊群，伊的心内就怜悯伊。伊会怜悯遐个人，今仔日耶稣嘛怜悯咱在座的人。所以伫咱即届疫情过程顶悬，咱无法度面对面，包括特别是听到什么人住院，2年来牧师真困难去陪伴伊。一摆红人，毋是即个红人，是黄红人建中的弟弟。伊转院转来转去，转倒来伫奥林奥基，我去甲伊探访，不得其门而入。迄个护士讲：“你要创啥？”我讲：“我是即个患者的牧师，我敢会当看伊？”伊讲：“疫情的中间，佮甲你讲袂使看。”我说来说去，佮甲拜托，你敢会当敲电话甲伊即个护理站讲敢会使？伊讲：“甲你讲袂使就袂使。”我嘛是头壳懵咧，兄弟姊妹，有真侪时阵，咱人甲人中间有咱的限制，咱做袂到。愿天父上帝用伊的怜悯来帮助。今仔日我甲咱做伙分享的第3个，就是爱会记得，常常将咱的信心建立伫上帝的话顶悬。但你讲天使一发声、一出声讲话，我就有开力。这句话是咧表明讲，上帝话毋是白纸黑字，上帝话是多有权能的。兄弟，你相信吗？对圣经头到圣经尾，既然讲到上帝的话，拢表示是活命能力。因为上帝讲要有光，就有光。上帝是用伊的话成就所有的一切的大事，伊毋免用伊的手甲指头啊。上帝就讲话。就有智慧，就有活命甲能力。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出咱的双手，咱甲上帝讨讲：主啊，你的话放伫我的手中；主啊，你的话放伫我的耳孔；主啊，你的话放伫我的心，就亲像你伫西奈山顶，你用你的指头将你10条诫写伫迄个石板顶悬，然后你想事后
摩西甲以色列人，主求你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家庭、阮的家族、甲即间教会，阮决断要用你的话做阮脚前的灯，做阮路上的光。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耶稣伫今仔日的马太，伊讲到心中的话。马太福音第10章，其实路加12章嘛有记载。路加的福音12章中间有的话，甲马太有小可无共款。咱若无注意读，其实会感觉妖异，讲同一个故事，耶稣讲的话，是咱两个人听起来头到尾无共款，无冲突。马太福音比较上有一种的隐喻，伊讲我伫暗中甲你讲的话，伫路加福音讲你伫暗中所讲的话，小可有无共款，但是马太福音更加容易表明耶稣基督伊的心意。所以牧师今仔日带咱读的是马太福音第10章。耶稣讲我伫暗中甲你讲的话，这是咧讲起我伫你流目屎，伫你关起来门关起来。无爱人交照，你流目屎，我甲你讲的鼓励的话，有一日你要安怎？你要明中伫厝顶，就是公开来讲起。某一日我拄着艰难，我的主耶稣甲我讲鼓励的话，互我重新得力。兄弟姊妹，耶稣伫这个所在讲暗中所讲的话，拍伫耳旁边所讲的话，这就是今仔日。伫圣餐的中间要互咱的，圣餐毋是干那食落安尼尔，圣餐有一个属灵的意义。通过这个食会到、摸会到这个饼甲葡萄汁，咱领受迄个看袂到的耶稣基督，伊的属灵的画面、圣化、圣别伫咱的生命中。所以，请听耶稣所讲，马太无即句话，但是伫路加12章第4节。路加12章第4节，讲这段的故事伫路加中间有出现。耶稣甲伊讲：“朋友们，这个字伫犹太人咧讲的是带有一种的真亲密的 philios， 就是讲我的朋友、我的伙伴、我的生命的同伴。伊伫迄个中间背后有一种亲密、三听的关系伫迄个中间。我将这句话送互咱兄弟姊妹，读互咱听。也愿咱听到耶稣拍伫咱的耳旁边，甲咱讲：我所听的兄弟姊妹，我所听的朋友，我所听天父的查某囝，无论老人囡仔，主耶稣传达咱的天父上帝会听。耶稣讲：毋免惊，毋免惊。伫咱人生中，有真侪时阵，咱会惊，是因为咱的能力无够，咱会惊。是因为咱对将来的代志无明，咱毋知要怎样。就亲像但以理，伊伫21天祈祷的中间，心内有真侪，因为对将来要发生的代志，毋知影要安怎，所以天使甲伊讲毋免惊。大得到宠爱的人，白话字讲宠爱啊，宠爱。大得到上帝怜悯的疼，上帝用伊的疼甲你抱掉咧。所听的姊妹，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嘛将这种的听放伫咱的内底。耶稣就甲伊的门徒讲：，世事有一日有信仰的迫害，世事有一日会拄着死实艰难，世事有拄着一日会拄着攻击，毋免惊，因为你的头毛，连恁的天父上帝拢算过。若毋是上帝永远无将代志发生，若发生的代志，上帝的确。是伊稳准，但是上帝嘛的确会扶持甲帮助。所以耶稣伫这个所在咧讲起，上帝以马内利的帮助。所以头毛算过，毋是干那咱伫中文内底有即种的俗语，英语嘛有。伫古厝内，狄更斯的足出名的小说的内底，伊就用英语讲着：，那伤害你一支头毛，你头壳顶的一支头毛。就伤着我无稳准，真水的一个，全世界拢有这种的通俗语伫生活中间的这种的感觉，
伫这个所在，耶稣咧甲咱讲，无论任何黑暗关系，拢袂当伤害上帝的囝儿。上帝亲像养母，用伊的实骨来保守照顾，叫做保护环保，甲咱保护，甲咱保条咧。愿天父上帝甲咱撒下地地。那安尼，今仔日个圣经所带互咱的，就是一个鼓励，就是一个应允。所以伫这个所在，咱爱注意，真做一个祈祷的基督徒。咱看见但以理伫今仔日个圣经第10章12节，伫这个所在，天使甲但以理讲：，毋免惊，因为对第1节，你专心追求明白将来的事，这是好本的翻译啦。好，但是伫白话字的圣经并无将来这2字，意思就是你第一要明白，其实嘛是共迄个意思，只是无将将来甲伊藏出来。所以牧师伫今仔日咱的台语的讲道中间，我有缘引用的就是汉字，互咱明白讲，上帝允准咱将咱的将来的事来问伊。特别牧师要甲这青年，甲恁祝福，恁通将恁将来要行的路问上帝。虽然检查恁已经知影，你家己想要行的方向，但是记得向着标杆直跑，迄个标杆。毋是咱讲准绳，是上帝定定。咱会当将咱的心意、恁的将来想要做啥，恁会当问上帝。但是伫上帝的计划中间，有时上帝甲恁调整，上帝袂责备恁，那种民望遐尼大，袂。上帝爱咱问伊，到底咱的将来会怎样？伫这个所在，天使看见，天使讲：你伫上帝的面前刻苦家己。刻苦自身，这个原文的字是谦卑的意思。咱伫上帝的面前祈祷就谦卑，咱伫上帝的面前生活就谦卑。什么叫做谦卑？就是上帝，你做主，我听你的。行互伫上帝的主权，军队上帝伊会带领。天使甲但以理讲，你所讲的话。这个字虽然无写讲是祈祷，但是伊的意思就是你的祈祷，上帝已经听见。上帝听见你的祈祷，我对天顶落来，嘛是因为你的祈祷。上帝听咱的祈祷，上帝临到伫咱的中间，圣神听咱的祈祷，圣神就甲咱撒个地地。愿天父上帝将今仔日但以理所得到这种的应允。兄弟姊妹，咱真做一个祷告蒙垂听的基督徒。我阁讲一摆，上帝听恁的祈祷，互恁对心中有一种欢喜的信心。你甲上帝讲：上帝感谢你，我是什么人？竟然连我的祈祷，你就听我的祈祷。愿天父上帝大大祝福所听的兄弟姊妹。咱中间无一个人例外，上帝袂只有听总牧师，上帝袂只有听长长老，上帝听咱每一个人。兄弟姊妹，毋通犹豫，就算做你感觉你是一个毋是真完全的人，你嘛毋是一个真通达得上帝甲你疼惜的人，但是上帝嘛疼你，迄个理由是因为咱拢是上帝的囝子。咱拢是上帝的囝子，这是唯一的理由。所以天使甲伊讲，但以理伫这个所在有一个感动，就是当天使欢手伫我的喙唇，当天使扶伫我的身躯，伊就浮起来，用伊的骹头扶，用伊的手掌，就亲像安尼捡抱起来共款，微微啊离开伊的涂骹。圣经讲义出。就是当天使甲伊扶起来时，伊有感觉一种新的力量。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重新得力。圣经讲如鹰展翅上腾，当天使甲咱扶持的时，当圣神甲咱扶持的时，咱就要得到力量。所以听下这，上帝听咱的祈祷，耶稣嘛听咱的祈祷。愿咱伫困境的中间，咱对上帝讲：上帝，请讲，上帝啊！请你继续讲，再讲，不断讲，
伫我的一生中间，对我的少年到今仔日到将来，上帝啊，求你不断对我讲话，伫每一个时刻，伫每一天，对每一个日出，伫每一个暗暝，亲爱的天父上帝，我听袂厌，我听袂厌。上帝，你的话永远对我来讲是甘甜甲宝贝。愿咱享受上帝的话，愿咱伫上帝的面前通知影。咱来到新约马太福音第10章，拄则牧师已经有小可解说，这段圣经伫汉罗的圣经，巴克勒牧师伊翻译做罗马字的圣经是安尼读，伊讲我伫暗中甲恁讲的第2句，拍耳孔。拍伫耳孔，甲恁讲的，这2句话拢带含着真私密、真私人的、真亲密的，是量身定做的。耶稣对每一个人个别所讲的话，我私底下甲你讲的话，暗中的意思是讲我私底下甲你讲的话。所以听你姊妹，你感觉私底下听过上帝的感动？我相信一定捌。只不过有当时，咱唔知影迄是上帝讲话，咱称之为一种感动，也是第六感。咱一定捌听过上帝私底下甲咱讲的话，有时是上帝鼓励，有时是上帝的责备，有时是上帝的主动，有时是上帝所开迄个应允的。上帝的确捌伫你人生中间私底下对你讲的话。咱伫每一摆的礼拜，咱伫每一摆的灵修祈祷，拢是咧学习，哪来哪会晓听明白牧者的声？因为圣经讲，我的羊就认捌听我的声。愿天父上帝圣神帮助咱，会当听到主耶稣伫私底下拍伫咱耳孔边所讲的话。以利亚伫惊吓的崩坑内，上帝甲伊讲：你伫遮咧创啥？你出来，徛伫我的面前。伊利亚出来，伫大风大影地动的中间，足大声吼，亲像咧单雷讲。伊讲上帝无伫遐的中间，但是伫即个声的背后，有一个微微轻轻的声，就是上帝的声。所以弟兄姊妹，愿咱伫每一摆安静敬虔，咱听到上帝的声，听到主耶稣讲：亲爱的朋友，我所亲爱的同伴，是上帝所教予我的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愿咱伫咱的内心听到咱的主耶稣的声讲：愿你平安。求主将伊安慰的话。主耶稣伊的扶持，将圣神所带来给我的快乐。亲爱的姊妹，开你的耳孔，开你的目睭，拍开你的心，拍开你的心，接受主耶稣。你讲牧师，我早就已经接受主耶稣。兄弟姊妹，爱完完全全接受主耶稣，好不好？咱甲主耶稣讲：主啊，我已经属你啊，但是我要更较完全来属于你。主耶稣求你用你的话，互我有快乐。主耶稣求你用你的话，互我重新重新得力。每一摆咱听讲道的目的，就是要鼓励咱离开黑暗，进入光明。每一摆咱听上帝的话，伫讲道中间，无论做一个牧师、牧者伊所讲的话。拢是要用上帝的话，就亲自一个垃圾放伫咱的心内，互咱的心中有光。求天父上帝的天使，甲咱世界地地。所以，听弟兄们，愿咱学习但以理，好无？咱学习但以理，咱出做咱的双手讲：主啊，请讲，你的罗卜静静听。亲像但以理，亲像撒母耳，主啊，请讲。你的罗卜静静听，因为你的话互我有快乐。主啊，将咱的家庭交予主，互上帝的话来重新起造咱的家庭，互咱的家庭有上帝的阳光。都来到最后一个结论，愿咱众兄弟姊妹因为敬畏上帝，
咱就敬畏上帝，无惊这个世间。因为敬畏上帝，就拥有心中无所惧。心中无所惧。主啊，你保守的心头，无人会当拍开。你所关的门，无人通开；你所开的门，无人会当关。主啊，你伫我的生命中间掌权，所以黑暗的关系，甲我伫人生中间拄到的大风大影，主你的确，主你的确，主你的确保守我。我虽然行过死命的山谷，也毋惊灾害。这就是咱今仔所念的第一首诗。咱真少用这首诗做第一摆，咱就做礼拜的中间的第一首诗。因为做礼拜第一首诗，通常教会拢会用上用，就是俄勒最开始。但是今仔日咱用诗篇23篇圣诗第6首，就是用这首诗来宣告：耶和华就是咱的牧者，耶和华就是引带咱对日出到日落，对少年到年老，对这世到世间的路尾。所听的弟兄们，愿恁心中无所惧。所以，约翰卫斯理牧师讲：主啊，求你赏赐我，什么拢无爱，干那爱上帝的心。主啊，求你赏赐我，什么拢唔惊，只有敬畏你的心。愿天父上帝，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圣神亲像春天的风，亲像日出的光。亲像春天的梅雨、雨水，分伫恁的生命，浇灌在你们心中。愿上帝甲咱撒下伫地，咱同心来祈祷。至圣、至尊、活命的上帝，愿伫你的面前起做这段。敬拜你，愿将阮的生命搁一摆摆咧伫这段顶悬，求主你感纳阮，设立阮成做你的祭司，成做你拯救稳定的记号。愿天父上帝你扶持阮，亲像扶持但以理。主愿阮伫你的面前重新得到开力，求你用你的话来洗清阮的家庭甲教会，求你用你的话，互阮的生命重新活伫你荣耀的形象。阮同心祈祷，我靠你的圣尊名，阿门。
咱来吟圣诗217首，咱衷心来守圣餐。小妹咪守主耶稣，代表将下背后树洞，讲我想古体恁拍盘，恁提起家来笑念我，然后旁背感谢上帝，讲这礼拜互恁大家，我心老做做恁的求，下做阮互恁享受。在最老所有罪恶，恁的心通笑念我，愿下心的罪过，今日耶稣的香会中，愿你本心白白互咱提来吃享受来啉，欢喜救主让咱的心。阿门。大家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今仔归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讲：今仔劳苦背重担，会通就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要喙焦翕无义的人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咱三甲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耶稣基督设立圣餐所讲的话，就是照着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领受也捌传授互恁，就是主耶稣基督受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擘伊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又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逐摆恁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当心来祈祷。主耶稣，阮照你的吩咐设立圣餐，即个圣餐就是用你的身躯以及你的宝血所设立的。主，阮恭敬伫你的圣殿，甲你同坐倒，恳求你通过你的圣神，搁一摆圣别即个饼甲葡萄汁，互伊诚做你的活命所带来。你实实在在的身躯，你圣洁无瑕疵的宝血，主耶稣通过你家己来改变阮即个会朽坏要死的活命。主，互阮通过你所享受基督的活命，阮通进入伫你天国，成做你的子儿，有份伫永远的应允。主，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来请中圣长老以及这个手节长老来捧饼。
这是主耶稣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所听的姊妹，这是咱主耶稣基督伊家己的邀请。主耶稣讲：“我所亲爱的朋友，通入上帝的国，伫上帝所小事新约、新的活命。”主耶稣，阮感谢俄罗你。主耶稣，阮感谢俄罗你。主耶稣，阮感谢俄罗你。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所听啊，这敢有人无摕到圣餐的饼？这是主耶稣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同心来领受。食了后，也安尼旁边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来请延凤长老啊，甲忠诚长老来旁杯。最后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主耶稣，阮感谢你，阮何等的福气，你成做阮的救主，用你的宝血洗清阮的罪过，使阮脱离黑暗的关系，除去阮信仰的搅扰甲阻挡。主耶稣，阮伫你的面前手捧圣餐的杯。阮甲主你立约，你为阮死，阮要为你活。主耶稣，阮感谢俄罗你。活命的主，阮伫你的面前恭敬感谢，独独你是阮的救主。愿阮啉这个杯，伫你的面前，成做新的活命。主，阮伫你的面前感谢俄罗你，主，阮伫你的面前感谢俄罗你。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伊的血所设立的。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伊的血所设立的。主所亲爱的兄弟姊妹，主讲这是新约的杯，咱同齐来纪念伊。
逐摆咱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纪念咱的主耶稣基督。伊为咱死，咱就敬虔为伊来过咱的一生。咱同心来祈祷。愿专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你极大的疼痛，愿领受你的圣餐，成做阮灵魂的食物。愿深深明白你的疼惜，也明白阮家己的本分就是上帝国神圣奥妙圣子基督身躯的具体，也是你所祝福的信徒永远国度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阮搁一摆奉献我家己予你的事，求你接纳阮，帮助阮，互阮持续甲你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通荣光你的性命。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下面咱要来请这个刘玉明来报告青年部的事工吼，代表中会青年部来报告，了后咱再来奉献吼。今天我代表彰化通会青年部来做一个简短的报告。好，下一张。边用按。好，那首先来做一个简短报告那样。好，这是我们的部会的组成，我们彰化中区青年部那样。然后经过坚信礼那样子，然后每个教会派一个代表出来选那样，然后会选大概11位部员那样，然后我们会定期开会那样，然后关心各个教会的活动那样，组织整合连结。好，然后我们今年的年度主题是聚沙，就是聚在一起，让我们在信仰里不孤单。因为受疫情的影响，大家可能必须要待在家里面那样，然后可能要工作上班或是上学之类，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变得少一点那样。然后希望说今年的主题聚沙，期盼着我们彰化区的青年能够因为神的爱，能够再次相聚在一起，然后在信仰里成长。相互陪伴，成为彼此的肢体，然后透过聚集的力量，在疫情中带来不一样的温暖。好，然后这是我们的年度事工，就是我们每年都会举办同心营那样子，就是邀请各个彰化区的青年那样子，然后一起在一个地方聚会那样。然后这是大概照片长那样子。对，然后再也是我们下半年度的重要事工，就是彰化青年部的暑期青年营那样然后今年的地点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圣经学院新竹那样，然后欢迎大家能够来参与那样，邀请各教会青年来参加，体验灵修活动，还有小组的分享，还有辅导同工的训练那样，对。然后这是我们的海报 logo 然后再另外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青年部大会这样。那青年部大会主要就是透过类似运动会的形式这样子，然后可能会选一个地方，然后做一些运动相关的活动，反正就是像运动会然后透过运动交流那样子，团体合作那样，然后来认识彼此，展现神所教导的包容与爱。然后下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年度的干部改选那样。那今年的干部改选在10月30号在二水教会那样子，对，到时候也会请各教会的团契，然后在10月16号之前提出新的会长名单，然后出席年会那样子，对。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粉丝专页的QR code 那样，然后大家可以来扫一下。好，那最后就是今日青年，明日教会，造就青年就等于造就教会那样，教会的展望仰望青年的延续与传承。彰中青年部将继续推动更多事工，培养教会青年啊，也请弟兄姐妹也持续关心我们青年部，然后我们需要你们的支持、带导与
奉献，那愿上帝赏赐恩典满满，谢谢大家。刘一鸣爱甲青年部讲吼，今日青年是今日教会吼，今日青年是今日教会，唔是明日教会，因为青年嘛是教会吼，唔是明仔载才做咱的教会的具体吼。上帝祝福咱的教会有青年的这个灵命吼。其实干那一间教会，咱唔敢看咱家己做教业。咱应该知影讲，正教会青年是做伙成长，咱真欢喜。这个刘一鸣代表咱的教会伫今仔日来做报告。这真实的，今仔日的青年部的奉献底下无夹伫周报内底。咱有感动的人伫后壁吼，拜托你家己摕，你有感动要奉献，你伫后壁摕了落来，你才交互这个安路吼，等一个交互安路。咱来吟圣诗来奉献。吟奉的，咱先来，咱准备奉献。请坐，平安礼请曾牧师。这咱来行平安礼，咱先甲咱的身边遐这讲，耶稣听你。伫即个疫情伫要过去，我相信上帝怜悯，应该咱的台湾的疫情会愈来愈愈稳定落来但是咱目前也有人咧居家隔离，嘛有个人最近有拄着一寡心内的即个困扰，咱知影的兄弟，咱就为因来祈祷。所听的姊妹，愿恁平安伫恁的厝内，上帝将伊的平安放伫恁的家庭，咱真紧就会当实体大家搁再恢复咱做3见面的礼拜。咱用这条诗歌来做咱的祈祷，耶稣听你。主耶稣，你的听是何等有
开咱，使你会听到亲像上帝的话，使你用你的听来建立你的教会。愿恳求主你用你的听来医治，特别伫即届疫情的中间，愿恳求天父上帝首先医治遐心内受困迫苦楚，阮的兄弟姊妹。主耶稣，阮要奉你的性命来斥责个对因的攻击甲搅扰，才会做惊吓，做混乱。主耶稣，阮奉你的性命来斥责对阮的兄弟姊妹的搅扰。主耶稣，你今仔日所讲应允的话讲，毋免惊，愿你平安。主愿你亲自出现伫阮的兄弟姊妹因的厝内，因的心中。主耶稣，求你倒来各我会平安甲喜乐，互阮所听兄弟姊妹会通因为你来恢复勇壮甲健康，就亲像但以理听到上帝的话了后，就有气力。阮真正相信，上帝你就是话语，上帝你就是怜悯甲慈爱，上帝你就是灵，就是神。主恳求听阮祈祷，伫阮同齐吟诗，学了耶稣纪念耶稣基督死里的听的心。愿你的听亲像光，进入着每一个惊吓的人的心内。我嘛为着阮教会年长的长辈来祈祷。恳求天父上帝保守伊免去受到感染，主你保守因，互因伫因年长的身躯有上帝你特别的怜悯保守，愿天父上帝照顾因，对这个惊吓的时刻会当有主你的平安。主，阮感谢你保守台湾，虽然阮的疫苗已经有真悬的注射的比例。但是也有真侪无完全的所在，恳求主你怜悯，特别有慢性病或者无方便注疫苗的这个阮的国民，求天父上帝你保守照顾因，互因有上帝你特别的稳定，主耶稣保护的热卡。主耶稣，阮将阮的教会交伫你的手中，阮恳求你，互阮紧紧会当恢复，兄弟姊妹面对面。同心做伙的敬拜，愿期待迄一日紧紧临到。主恳求你陪伴，你的圣信和你的教会有好的陪伴，这日会当紧恢复，愿正常常态的敬拜甲生活。主耶稣，感谢你，拯救阮，保守阮，帮助阮。耶稣，阮感谢俄罗你，主耶稣，阮感谢俄罗你，主耶稣，感谢俄罗你。咱甲咱身边的遐在讲，耶稣听你。咱甲咱身边也在讲耶稣听你。等一个礼拜了后，请中级留步，咱要召开7月份的中级会，请中级留步，咱要召开7月份的中级会。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苏姐姐生日快乐！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启恩生日快乐！这敢无写着你的名？下礼拜咱做伙来祈祷。主，阮伫你的面前，为着这礼拜甲后礼拜生日的启恩来祈祷。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施恩赐福。主，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用你的油，换伫你的查某囝的身上，互伊温上加温。主耶稣，求你保守照顾启恩互伊伫伫学校的生活、出入，拢得到上帝你的保守。主耶稣，你用你的油抹伫每一个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
因会头壳遐，互因福杯满溢的人生。主你互因的生命就是一个记号，是一个恩典的记号，通对人讲起上帝恩典何等的大。主你保守照顾所有生日的兄弟姊妹过来365日，互因带着信心，甲上帝你的恩典，喜乐平安向前行。主每一日每一个脚步，主你保守因，互因所行过的路径，人因为因来看见上帝的荣耀，人也因为因来得到祝福。主，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祝福因，将你的恩典赏赐。我安尼恳求祈祷，我给所有性命，阿门。生日快乐！咱来请师会来报告。即时来报告顶周的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拜六7点半，祈祷会拜3、8点伫礼拜堂，查经班7点半伫教育馆的2楼。圣工的服侍后礼拜是中信长老、苏琴是刘玉米兄弟、苏汉是我本人以及陈美秀执事。交台是第3组，新眼光读经表以及每日的灵粮，请咱照听书表顶面的进度来读。具体的交通，今日大家同心共守圣餐，纪念主耶稣救恩的疼。亲爱的兄弟平安，因为疫情的关系，咱采取较谨慎的自我保护的措施，以致甲咱无法度像以前安尼实体的敬拜。非常的孝念大家，愿上帝保守祝福咱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兄弟姊妹。主的恩典有够也咱用，日子安怎，力量也要安怎。第3，疫情的期间，咱继续倚靠上帝，小心做好自我的防疫，无惊吓。若是有需要自我的管理，咱会当伫咧厝参加线顶的聚会，彼此守望，互相来带导。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是有错误，请用会计人员来更正。大多事项，请咱阁继续为着咱台湾甲世界会当伫即个疫情的控制会当真紧来恢复。第2，请咱也为着咱教会身心欠安的兄弟以及所有的长辈的平安来代祷。第3，请咱继续为着咱教会青少年因的心灵甲课业来祈祷，也继续为着要准备升学的惠安来祈祷。第4，请咱为着教会青年因结婚的青年因的婚姻来祈祷，也为着咱的姊妹教会韩国妇女集集以及德克达雅来代祷。接续，请咱来吟上人的信息514首，搭配线会求主赐福，请咱起立吟全首。我
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大家请坐，灭道闭会。